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過嚟探訪下我哋中山坦洲嘅一個大型嘅成熟社區——逆轉半島。呢個樓盤嘅話咧，非常適合咧珠澳兩地想自住啦、帶總價改善嘅朋友入手㗎嚇。我哋呢個項目嘅話咧，地處咧係珠海坦洲一個交界處。距離咧珠海嘅明珠輕軌站咧係800米㗎嚇，乘咗我哋嘅城軌咧10分鐘咧就可以直達我哋嘅拱北口岸㗎啦。呢度嘅交通出行咧都非常之方便㗎，你可以選擇我哋嘅輕軌通勤嘅，日常往返珠海上班咧都十分之便捷嘅。你都可以選擇我哋樓下設有嘅港澳直通巴士，定點直達香港、澳門，經常過關嘅朋友咧都非常之慳心嘅。你咧都可以選擇自駕㗎，甘勤快線、香海高速咧快速通達我哋珠海嘅全城，通勤時間咧大幅縮短。逆轉半島咧係多年成熟大盤，小區分咗4期開發，有91到110個方嘅3房。120到131個方嘅4房，內部配置完善，園林、泳池、籃球場、環形跑道、兒童設施，一應俱全，居住舒適度高。外部生活配套充足，門口超市、餐飲、藥鋪全覆蓋，5分鐘車程可抵達山姆會員店、澳園廣場。日常生活需求全部滿足。呢係我哋成個屋苑最熱銷嘅一個戶型，120個方嘅4房，入戶嘅獨立空間呢係全贈送㗎，後期可作為我哋嘅書房、茶室、兒童房嚟使用㗎，相當於呢我哋又多咗一間房嘅。全屋呢南北通嘅設計，客餐廳一體化，搭配咗南向嘅景觀大陽台。廚房附帶咗生活陽台，通風採光呢係直線拉門嘅。3個房間呢方正，冇暗房嘅，2個洗手間，滿足晒你2個小朋友長輩同住嘅一個需求。主人房呢係獨立套間，做到公室分離，私密性強，全屋精裝交付，慳去咗你裝修嘅時間同埋成本。成個屋苑嘅單價咧係9680起嘅，呢套咧120個方嘅4房，總價咧係130幾萬㗎，首付咧6萬咧就可以輕鬆上車。對比我哋珠海嘅同戶型咧係慳咗8萬嘅預算，兼顧咗雙城嘅通勤同埋居住嘅空間。如果咧想獲取咧戶型嘅平面圖、特價房源清單，評論區留言，我會第一時間發送，亦都可以咧預約我哋線下嘅實體睇房。